彩虹係點嚟嘅？落雨之後咧，天空會出現漂亮嘅七色天橋。講過啦，紅橙黃綠青靛紫。小朋友成日都問彩虹係咪有人畫上去啊？其實太陽嘅光同天空嘅小水滴咧，小水點。之前講過啦，空氣有 bubbles， 有水分。如果落雨之後，空氣留喺無數亮晶晶嘅小水滴咧，雨後空氣中留了無數亮晶晶的係 bright。太陽光走過嘅時候，佢會俾啲小水滴神奇咁折射咗出嚟。呢個5蚊望落去，點解你會見到佢有個形狀出嚟？因為上面啲光打落去，佢通過反射折射，你見到嘅所有嘢都係唔係因為呢個5蚊識發光，呢個5蚊係唔識發光，佢只係反射其他嘅光。有光佢就咁反射，冇光有光冇光，所以冇光你乜都睇唔到。我哋靠嘅係反射，唔係因為佢本身發光。小水滴留喺空中嘅數量就越大，彩虹嘅顏色就會越明顯。見唔見到個 logic 係咩？個 logic 係如果天空有小水滴，有 bubbles， 而 bubbles 係由水加空氣嘅話，喺呢個時候你有 sunshine 嗰啲 sunshine 打落去，啲小水滴好神奇，就會反射出唔同嘅顏色出嚟。咁即係條件有兩個，第一濕嘅 humid， 第二 bubbles 水，三 sunlight。太陽睇落去係白色嘅，但係其實佢係一個調色盤，佢可以射出7種顏色。光線進入小水滴嘅時候，小水滴就會神奇咁變成一個3棱鏡。呢粒水一條光打過去，佢變成3條或者更加多條，睇啲唔同嘅物質啦。總之經過呢粒水嘅時候，一束嘅光線就唔係一束，會變成好多束。每一粒水滴都好多束，就好似粒鑽石咁。鑽石點解咁靚啊？因為佢有切角，切咗反射唔同嘅光線。喺呢個時候就係一種彩色嘅感覺，因為佢每一個 angle 都散發緊唔同嘅光。7種顏色輕易分開，唔同顏色嘅光整齊咁排住。我哋一抬頭會見到紅橙黃綠青靛紫靚嘅彩虹。所以彩虹有3個條件：第一水，二 air， 三太陽。最後彩虹嘅出現唔係因為時間，係取決於你企喺邊度。再講多次，光你見到嘅光，除咗太陽會發光之外，燈會發光之外，大部分嘢係唔會發光，佢係靠反射。第一，第二就係你睇個 angle， 你個位置係高低，背住太陽，眼睛望住天空先至見到佢。你要背住太陽，唔係面向個太陽。如果你面向個太陽，你望嘅太陽會好光，側邊嗰啲會變得好暗或者好模糊。相反，如果你夜晚天空好漆黑嘅時候，因為漆黑，所以你反而會見到星星。簡單啲嚟講，喺科學嘅世界，越光嘅嘢，你望住越光嘅，望住盞燈，你反而側邊嗰啲光你睇唔到。你要望光嘅嘢，揾光嘅嘢，你要去黑暗嘅位，你要調翻個 logic 去睇。你要見到七彩顏色，首先要離開個太陽，唔係真係離開，要背住佢。簡單啲講，即係當你望到彩虹嘅時候，你同太陽嘅位置有咩關係？你係背住緊呢個太陽。觀察越仔細，大自然你會發覺越嚟越有趣。大自然英文係 nature。呢份好玩嘅天氣知識話俾我哋聽，只要雨後落緊雨嘅時候咧，又睇下大雨定細雨喎。你太大雨暴雨咧又冇彩虹。你留意下，通常落雨咧
見到彩虹嘅時候，嗰啲雨咧係好細嘅。第二咧，地面嘅溫度咧通常係高啊。當個地面溫度高嘅時候，啲空氣升得好快，輕嘅 air 會升上去形成雲。相反，你暴雨嗰啲雨點太大粒，細嘅雨點去反射嘅時候，好多粒、好多粒、好多粒喺度反射，所以雨點啊都有分嘅喎。唔同嘅高度落嘅雨都會唔同嘅喎。你留意雲都有唔同顏色嘅。不過嗰個太深啊，我哋有機會再講雲啦嚇。望住呢個5蚊餅，記住大部分嘢都係冇發光啊，靠反光。你個位置睇呢個5蚊，唔同嘅位置睇呢個5蚊都有少少唔一樣。有冇光？啲光有幾光，會影響到你見嘅嘢。所以你見嘅嘢未必真㗎，你見嘅嘢未必真係咁啊。你要去研究咯，所以要識多啲嘢，加油！